田尾桥是这个我们7道南102线其中的一座桥。那么它往西呢，它是可以通到圣贤国小，还有接新营的东山路。那往东的部分呢，可以通到4到165线。这一座桥呢，因为它长度原来呢只有30公尺宽，但是预计的河道是差不多要60公尺宽，所以我们这次把桥梁的长度从30公尺宽呢加长到67公尺宽，所以它排水的断面呢就增加。另外这座桥的宽度啊，本来只有10公尺，我们也把它拓宽为12公尺宽。这样的话呢，就是代表这个道路的宽度比以前还要宽，所以无论在交通上或者排水上呢，都有很大的注意。之前这条桥原本伊是缩小伊，缩小伊了后，民众伫遮经过行车安全，敢若车好车有几啊变。这边咱市政府区公所大力的帮忙，互咱这条桥伫遮咱东河参尾经过遮乡道的人加做安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北煞排水，本来这来到遮，咱桥是30米，来到遮这就缩起来就积水，落雨就淹水。所以即马甲拍开，排水拍开，桥无拍开，桥就落去啊！所以桥嘛要延长，所以本来有30米，延长到60米，安尼看大家就知啊。第二，跨度，你车转来遮拢12米，驶到遮转来剩10米，无注意到倒桥墩啊，这就交通的危险。所以咧，跨度目甲增加到12米，甲这边看。所以咱车驶过来，乌倒摆骑过来，毋免讲驶伫中叫车弄着，还是讲驶伫遮去弄着桥墩。所以这个安全性。甲即个排水性拢兼顾，而且有一个新桥，真紧的时间内到个月把即个桥起好，无影响到咱的生活伤长伤济。所以伫遮呢，感谢拄则咱的苏局长有讲介绍讲，过来桥甲东山相关的105的还是讲大埔桥种种，这拢是希望讲把即个桥做好较袂淹水，较袂封路，较毋免封桥，所以伫遮简单甲大家做一个解说个报告。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视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位伫个永华体育园区内，台南市立自由车场占地大约15000多平方公尺。自民国59年兴建到现在，超过50档。对民国96年主办过全国运动会整修以后，就无搁再有大笔的经费投入改善。对此，自行车委员会透过立委林俊宪来申请，希望争取经费来改善。因此，立委林俊宪上午也是中央体育署来会勘，希望调向铁途重建。我看法讲，这蛮个整修啊！这你要50几年的场地啊，破了啦，你再怎么整修都是浪费钱啊，这根本做不起来。唯一的就是要最好的就拆除重建。第一个，它的场地也不符合国际标准；第二现在建筑物不止老旧破烂了，而且是违法建筑。这起来个打人家疏勇这个实在是这个早就要改建了，为了拖较坚固。那对于这个自行车这个单项运动的推行，这当然是真大的一个伤害。现场包括市府体育局、体育总会、加单项的委员会，以及议员蔡小伟、林依婷、加李启伟，嘛拢到场关心。因认为台南市立自由车场是台湾当初设立第一座的专用场地，不过因为场地内建物并无建造加使用这照，而且当初400公尺的赛道。嘛，甲目前国际标准250公尺无符合，因此中央嘛建议铁途重启。以整善跟重建我们体育署的立场当然是重建。为什么？虽然重建钱比较多，但是可以一劳永逸就像刚才我们立委很专业的讲你修补那场地也没有办法好，而且不符合国际的潮流所以我们体育署的建议是
依照国际的潮流就是250公尺的。那这样未来我们的台南市的选手以后一定有机会超越台中市甚至成为全国最优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场地跟国际接轨。现场会刊以后，体育署主秘嘛表示，真少伫个场馆内面看到遮尔大丛的树啊，就算要拆除登起，树木嘛爱先移栽。至于经费的部分，新建工程大约爱1亿5000多万，加上电气的设备加非工程的其他费用，总经费大约超过2亿，还佫需要送行政院来核定。对此，立委林俊宪表示会来努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第二回干务委员会召集人罗坤福的号召，包括委员会成员陈坤和、郭清华以及在地议员周丽珍甲李启伟，6号上午特别邀集市府干部、地政、交通、甲财政税务局等单位，实地会勘大平路甲安平路这2块持有地。议员表示，为了疏解附近安平停车的需求，建议市府活化土地，先规划做临时停车场来使用。生意咧做，到假日时啊这停车拢停啊规路边停袂落去，所以有需要车这地规地拢是恁的土地啦。这地若这地该作为停车用途对未来恁这地要标售、要标注，拢是利益。所以咱今仔日的决议啦就是这地就是即摆现实是咱看的遮一部分遮去做停车场希望政府单位赶紧临时停车场，政府单位赶紧落去规划，赶紧的，莫去拖啊。对此，市府交通局表示，如果以2000多平方公尺计算，大约会用规划70个停车位，费用大约需要175万。不过前提就是土地暂时未用的来标租。这部分我若用2200平米来做差不多70个左右的停车格啊经费要175万啦。阮是用1平米差800多万在底不过是，阮有考虑就是一个问题啦因为这个土地目前现主时来讲，市政府拢在讨论一寡土地爱活用所以阮惊就讲地政局甲财税局伊若要做土地标注这可能等下爱请因说明一下，讲因这标注的期程差不多偌久？唔通讲市政府停车场做做175万开落去了，我2个月了，土地拢卖出去顶悬爱拆掉，所以这个部分是爱考虑的一个问题啦对此，委员会决议希望市府、财政税务局加地政局会用先将安平古堡这2块土地先规划做临时的停车场，并且伫1个月内恢复后续的相关处理情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农墘有着世界级的自然地景，并有林庄长展通过，也毋过这块地煞是后兴掩埋场的议定地，这个案件争议足侪档。台南市政府虽然伫2021年公告成立为地质公园甲自然保留区，总面积大约是281公顷，也毋过也是有41公顷是后兴掩埋场的用地。我们的地质公园竟然以掩埋场共用一条路，共用一条溪，它对环境的污染，对自然地景的保存，都造成非常大的伤害。美浓大地动6周年，台南社区大厦召开记者会，批评掩埋场的选址错误，并且将对掩埋场施作的水土保持工程，也公布因多年来的观察记录。在掩埋场这附近，在4年提升了将近19公分。另外，根据地调所的资料也显示，欧兴掩埋场附近大概每年以2公分的速度在抬升，是全台湾抬升的第2名。欧兴的边坡工程，在105年完工以后，8个月以后就开始崩塌，在108年就全部崩塌完毕。会中讲到，虽然后兴的兴办计划已经有废除，也毋过无相当于废除环评，要求环保署依照行政天书法废止后兴伫2003年的环评，并希望政府会当拍赢甲后兴的官司。我们的黄伟哲市长是第一个说这里是世界遗产的，可是
到目前为止，欧兴野蛮场还是欧兴野蛮场，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市长要努力打赢跟欧兴的官司，也要求行政院环保署要废止欧兴的环评。市府回应欧兴掩埋场案的环评相关权责，虽然是伫行政与环保署，也毋过市府会向环保署表达守护环境的立场，袂互自然地景遭受不当开发。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台南市性别平等促进会这回相当难得收集慰安妇重要的文物资料甲作品，并且列出世界大战时期被害人接受性暴力的历史伤痕，到行出悲伤过程。该展览嘛伫人权教育资源中心等一个妇女运动团体努力共同来出席。其中有一天伫首展第一天嘛到场参与开幕式，亲笔签名来决心消除各种无同形式的性别暴力。过去古代的阿嬷的时代到现在的数位时代，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必须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一条红线画出来，就是不能逾越这个红线。我们也常常有时候看到社会新闻。大家在办公室里面，对于我们的女性工作伙伴的一个言语的，她不经意产生的一种言语的暴力，有时候讲说她是揶揄啦、给亏起来啦，但事实上对于当事人来讲，已经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因此，我们很感谢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展览，也感谢许许多多的好朋友，大家一起。透过艺术创作展览，除了要来感受每一位阿嬷的生命经验故事，会场嘛互动的设计，用大纸互大家明白尊重每一个人身体自主权，无用运侵犯。同时要互后世代知影前辈争取性别平权这条路真无简单，特别行到数位时代，同款爱持续来学习尊重甲暴力预防的教育。性暴力的议题并没有因为阿嬷们过去了，然后就结束了，没有，它还是一直在存在，一直在发生，而且它的形态随着科技的发展、科技的演变，有不同的形态。包括最近很夯的那个数位性别暴力哈，那这个当中就有比如说换脸 deepfake 这样的事件哈，那现在就是这个议题会发展到后来，我们去年6月1号这个生效的跟踪骚扰法都是跟那个性别暴力有关联的啊，那所以它会因为时代的改变，然后呢它的形式会一直的这个翻新哈，那就是都没有离开这样的一个议题，所以我们对这个议题我们要认识啊，有一点历史的认识，它的发展是怎么样啊？那希望这样子我们可以真正的落实到这个性别暴力的防治啊，零暴力。该展览对2月7号将展到2月26日，主办单位欢迎市民做伙来到台南市客家文化会馆2楼参观。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台南市学校午餐厨艺比赛伫亚洲参与学校举办，现场自治31间学校，以丑小鸭的逆袭为主题，将学生无介意食的食材，亲像是红菜头、香菇、洋葱、南瓜、苦瓜等加入菜单，将这的食材变作美味的菜色。那这个食材所谓的丑小鸭的逆袭，这丑小鸭到最后变成天鹅，但是好的食材。虽然外观看起来不怎么样啊，如果经过好的烹调的话，事实上还是变成可口又营养的这个食材。那对营养午餐，其实现在的父母越来越讲究。那讲究的方式当然是色香味俱全，那也兼顾营养。这场重要的赛事进入第4档，学校伫35块的食材成本之下，设计1份1个主食加3菜1汤的午餐菜单，并伫咧限制时间之内完成料理。比赛最后由台南市永康国小摕到金牌。第一道南瓜烧鸡的部分，我们就是把南瓜做成南瓜泥，然后加上我们的鸡肉下去烹煮，
南瓜它的甜味就会带出它的鸡肉味。第二道的菠菜烘蛋呢，菠菜小朋友也都不太喜欢，因为有一个腥味，所以我们就是把菠菜打碎，然后加蛋一起把它和在一起，然后做成一个烘蛋。烘蛋的部分，小朋友的接受度就会很高。那主菜的部分，红豆饭呢，是代表一种想说刚好过年后嘛，刚好代表一个吉祥的主食红豆饭。透过营养师的卡数以及学徒的拄价，展现各个学校独有的营养供餐特色以及风味。教育局表示，后面也会安排专业团队进入伫种学校制作影片，让更较侪人看到学校营养师甲学徒的努力。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由大台南中市中青会理事长张惠芳主持，带领侪位中青干部做伙祭拜中市先祖，宣扬孝道精神。请全体中青肃立，向堂上列祖列宗、祖公祖妈之神位行最敬一礼鞠躬。这几档的疫情，和亲朋好友减少了真侪团聚的机会。中市中青会希望借由活动的举办，让大家会当互相联络感情。过去的几年呢，我们知道疫情的关系，还有因为这个通货膨胀的关系，大家生活的比较辛苦。那希望呢，借着大家力气呢，在这边互相呢这个加油打气，互相呢这个祝福。那希望新的一年呢，大家不管在事业上、身体上、学业上呢，大家都能够各司所需啊，然后大家都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然后银行存款呢的钱呢，永远吐也吐不完。这次的活动，嘛有邀请台湾中市中青总会2位总长莅临指导通关。今年这个兔年呢，大家能够突飞猛进，能够宏图大展能够大家这个新年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各位都能够发大财。今天他们特别办的这个晚会很高兴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庆祝我们台南继续发展，继续努力他办得很好了。为增加活动趣味，中青会嘛有安排歌唱以及约定卖活动，欢乐的气氛也让每一位参与的朋友拢笑容满满。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伫古石台南县叶面的带领，一群人来到安平西凉店后面，这是安平王城的遗迹。特别伫迎接台南400档的节气，邀请北边市新人国小的家长甲学生做回来实地参观感受，接着了解王城周边的历史故事，更加认识在地历史文化。我们的台南400年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呢？那在这边有什么建筑呢？是荷兰人从400年前来到了安平这个地方建造热兰遮城，它后面的故事又是什么呢？所以呢，这一次呢，来带小朋友们来这边热兰遮城介绍，然后而且呢，还到旁边去介绍我们的安平古堡、安平老街之类的一些遗迹跟一些历史的故事哦。原本拢伫课本所读过历史，有机会当实地参观，对安平古堡、东兴洋行到安平老街，让小朋友更加亲近，嘛知影通珍惜在地古迹。我最有印象深刻的是安平城，因为老师讲的故事非常的精彩，然后我觉得非常的有趣。我最喜欢的地方是热兰遮城的城墙结构，而且因为它里面有加可可粉跟糖水还有糯米粉，到400年之后还可以看到这个城墙，我觉得很特别。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安平古堡墙上的铁剪刀，因为那个是荷兰人他用心挖下来的，我们现在还可以欣赏。台南迎接400档，虽然对着建城庆祝等研发各界意见无同，甚至电成功文化协会认为应该对热兰遮城1634年完工起算才对。不过徛伫花鼓立场，就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台南新闻军职何乔邦采访报道。我们积极理解，斗语巫师法宝社。
搭上魔法列车，进入到魔幻的世界。伫月台顶面，阁会当看到真侪特色单位。是个文创园区，即次甲深山市集合作，将伫咧2月11到2月122天，伫园区内一个设施景点举办魔法深山市集，互来到园区佚佗的旅客好耍又阁好买。以魔法的一个主题，打造一个魔法小镇，那邀请所有的魔法居民们呢，大家都可以到这边来探索我们的魔法世界。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园区还有很多的竞技竞赛，那我们也可以让大家有点类似像在魔法世界、魔法学校的班级之间的竞赛一样，他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一些竞技竞赛的活动。魔法深山市集总共邀请136间特色商家参与，做伙变身成为魔法小店的居民，贩售自家的产品。后来参观民众，参像是来到魔法世界设计同款。这几年里面，很多的魔法主题，像哈利波特啊，或者是像现在的 Wednesday 星期三，或者是更早以前的霍尔的移动城堡，这些属于小朋友的回忆，或者是现在年轻人最喜欢的相关的主题。然后我们透过活动策划的概念，然后把市集，然后用以魔法为主题的品牌，然后来结合整个厂区的活动，然后让整个活动除了是硬体之外，多了一些软体，可以让人进到石鼓糖厂或者石鼓文创园区这一个地方的时候，可以感受到浓的魔法味。上水的糖厂拄着上水刺激，究竟会当弄出什么款趣味甲惊喜？就等待着民众亲自前往体验。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去年1月初，市长为贴正式对外宣布，U-Bike要来台南。而过年以后，目前现有架设77站的 T-Bike 系统，拢陆续拆除，改 U-Bike 2.0 系统。交通局长表示 ，T-Bike 合约就是到2028杂志3月开始由微笑单车正式接受营运。目前进度一切顺利，希望上路以后符合民众需求。微笑单车公司呢，第一阶段要启用的时候，至少要满足原来 T-Bike 77站的服务，而且要接续所以它最迟要在3月1号以前营运那这段时间我们积极的跟微笑单车公司做会勘，因为还是会有场地，因为 T-Bike 还没有完全拆掉所以会有周边哪里可以设 U-Bike 的这个场地的会勘啊、设置还有一些工程界面的问题。那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处理这些事情。那我们目前建制还算顺利如果一切顺利，我看一下进度，应该有机会。我们如果可以提早完成，我们就会提早来上线营运了那我想这部分最后还在做盘点为了吸引民众使用新的 U-Bike 来休闲、来通勤，带动新一波骑公共自行车游台南的风潮，交通局长进一步表示，目前正在研议营运初期的优惠。目前我们 T-Bike 分也是跟其他县市的 U-Bike 是类似的只是只有后面比如说是第2小时之后才累进，还是第4小时才累进，有一点点的些许的不同那我们目前跟 U-Bike 是这协议是会采跟其他县市的 U-Bike 一致的因为这样这跨县市才比较好处理至于上线初期，因为全国他们在其他县市也都有初期的优惠，因为要鼓励使用所以我们一定会研拟上线初期的这个优惠的这些措施。电池公共自行车初期会先以现有77站更新，年底将规划到300站，并且以扩大到500站作为目标。台南新闻管及何秋芳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